大家好，今日係6月22號星期四，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溫哥華警方表示，喺溫市中心喬治亞西街夾布勒街嘅十字路口，喺今日凌晨3點左右發生一宗嚴重交通意外，事件導致1人死亡、3人受傷。警方喺事發後一度封鎖相關路段近7個鐘頭，直到朝早10點之前至將路段解封。警方指出，當時一架藍色本田 Accord 房車停喺相關路段嘅十字路口，正喺度等候紅燈，但係突然有一架白色 Plymouth Voyager 7人車從後撞上呢架本田房車，撞擊過後7人車起火，而司機必須由其他人協助由車入邊救出嚟。本田房車嘅司機同一名乘客身受重傷，其後被送院救治。警方封鎖咗該路段進行搜證調查，由市民拍到嘅照片可見，兩架車碰撞嘅部位嚴重受損，遍地擺滿咗警方搜證嘅標記。另外有社交媒體片段顯示，喺碰撞之後，白色7人車停咗喺行人路上邊。溫市消防及救援服務處亦都有派員到場處理。有附近嘅商戶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警方喺今朝早9點幾已經解封咗該路段，而交通亦都恢復正常。溫市警方發言人韋新廷表示，調查仍然喺初步階段，但係相信該宗車禍涉及超速同埋酒後駕駛。34歲嘅7人車司機因為嚴重受傷被送往醫院。警方確認，另外有一名28歲嘅男子因傷勢過重身亡。警方呼籲任何有案件資訊或者行車記錄儀片段嘅目擊者，可以致電604-717-3012聯繫溫市警方車禍調查組。永明聽力超隱形助聽器領先上市，採用革新技術，就算喺嘈雜嘅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聽力專家鄺永明小姐擁有多年研配助聽器經驗，係全溫哥華最多醫生推薦嘅聽力專家。而家仲有父親節限定優惠，永明聽力就喺列治文帝國中心，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BCAA, and it's moving British Columbians forward. 喺溫市中心，位於 Richard 街夾 Smith 街嘅 Rainbow Park， 一個受兒童歡迎嘅滾輪滑梯已經被拆除並被圍封，原因係附近居民多次投訴滑梯造成嘅聲音太嘈吵。一位家長就話，聽起嚟只係一啲滾動嘅聲音，喺城市生活一定會有噪音。佢好驚訝小朋友遊玩時嘅笑聲同埋尖叫聲竟然唔及滑梯嘅聲音大。溫哥華公園局發言人 Ian Stewart 就指，真正嘅問題係有一啲年紀較大嘅孩子濫用滑梯，佢哋喺深夜攀爬滑梯造成結構上嘅故障，導致滾輪偏離咗滑梯框架，喺軸承方面出現問題而造成噪音。公園喺舊年春季啟用，但係喺舊年嘅夏天，呢個滑梯已經因為噪音投訴同埋機械故障暫時關閉。公園局曾經同製造商聯繫，希望揾到解決方法嚟保留滑梯，但係最終都係決定以傳統滑梯嚟代替。溫哥華樓花現樓第一資訊，佳碧地產 Sutton Group Vancouver First Realty， 而家香港仲有 office 添。我哋提供最親切、最專業嘅地產服務，所以無論你想投資收租，抑或置業安居，我哋就喺尖沙咀嘅新港中心。快聯絡我 Edgar， 我電話係91638311 91638311。2023台嘉艺文节温哥华亮丽登场，6月30日至7月8日，温哥华美术馆北广场有14位来自台湾、加拿大的知名艺术家及表演团体同场演出，多元文化艺术飨宴，给你前所未有的感动。了解更多，请浏览3w.tccfestival.ca。由下星期一開始，民眾需要攜帶由政府發出嘅大照片身份證明先可以進入卑詩省嘅賭場。呢項政策係針對註冊咗卑詩彩票公司自願禁足賭場計劃嘅人。根據新嘅程序，每位進入賭場嘅人需要出示由政府發出嘅大照片身份證明，俾保安人員掃描。
身份證明將會與被禁止進入賭博場所嘅人嘅數據庫進行核對，包括註冊咗卑斯彩票公司自願禁足賭場計劃嘅人。卑斯彩票公司呢個名為 GameBreak 嘅計劃，民眾可以自願選擇喺一段指定嘅時間內停止賭博，包括喺賭場同埋卑斯合法賭博網站嘅線上賭博。由登記 GameBreak 開始，直至所選擇嘅時間段之前都唔可以進入賭博場所，而且無法更改。卑斯彩票公司表示，卑斯省係北美第一個必須出示政府發出嘅身份證明先可以進入賭場嘅省份，並表示會持續努力維持玩家嘅健康。根據溫氏數據，大約有 4.6% 嘅卑斯成年居民存在賭博問題。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有咗佢，以後睇電視就唔使開到咁大聲啦。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北美自漏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治療各期肛門直腸疾病，包括痔瘡、外痔、混合痔、肛瘻、肛裂、肛周膿腫等。創始人陳國義院長嘅國義肛腸療法，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達到標本兼治，徹底根除病患，唔會產生任何後遺症。更多資訊請撥打電話604-559-6177。